哎呦，我是叫伊吐水，唔叫伊甲我吞过。敢是主席？啊，找无拍开的所在，这那亲像有，亲像啥物？这亲像这锁本来就黏在你身躯共款。我黏你的头啦！啊，我这锁啊黏在我身躯，我身躯加是讲吼，规日啊迄游泳圈安尼。安尼这样啦，啊头袂开，我看吼只有等道这书记回来。等小弟等等啊！啊，万一若是迄个乌风先转来变怎？安尼，就要用拆做两扎啦哦，我就甲徛做，我拆个头啦，我徛做两扎。我现在还来衰啦，迄所有迄种不幸的代志哦，拢落在我的身上。刚讲一个人哦，生做缘投，我是一种错误事。书记，啊？啊，你免怨叹啦。其实吼，我呢足欣赏你的。欣赏我？是为什么？因为吼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发其身，幸福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精益其所不能。哦，毕竟啊，你实在是越来越有智慧啊！你啦，还是讲你拄仔讲的迄是什么意思？对哦，啊，唔着紧讲。这吼意思是讲吼，迄吼天吼，若要将迄一个大任务吼交予死人的时阵吼，啊，都吼爱想予死人的先苦心，然后再苦读，然后再讲伊的肠仔肚，含伊筋骨拢甲挖出来，互伊规身躯安尼空空的，剩一张皮尔，然后吼，甲伊切甲乱弹，互伊足见效，唔敢见人啦吼。是安尼啊！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好，你个头啦哈！敢是主席，我都讲非常之好。你骗你钱啊！老实讲，你拄仔讲遐话为倒位？这吼，敢是主席？嗯，啊，你袂当生气哦。嗯，啊，我拄仔吼啊足无聊的，啊伫咧桌仔边吼啊看到这本册啊，哦，我就感觉吼这几句吼袂歹，我就甲背起来用在你身躯顶啊。哦，嘿，我看吧。这本我看过啊嘛，这本叫做《朱明珠》啦。敢是主席？无猜你是我的偶像诶，这是两字啦，毋是三字，这叫做明珠。明珠。什么时阵改那无甲我通知？哦，这吼明珠吼，就是迄孔子因孙仔啦。哦，公主因孙啊！对，我水面头啦，你当作我真正拢唔知影哈？我讲哦，你莫他妈吼卖破假破，头壳顶壳壳，这甲摆囡仔大细哦，共款是爱落去地价的。哈，落地价咯。敢是说？啊，你讲到落地价，哎，到底书记伊唔知哪吼？都对吼，啊，即马吼，也唔知影讲吼，这个少龙哦，有看到玉花啊袂？啊嘛唔知你小弟弟即马安怎？啊嘛唔知乌风落去了，佫会安怎？啊，即马拢唔知要安怎，啊实在唔知要安怎啦。到底要安怎啦？啊，这个我也知影，伊若佫唔转来吼，无人救我这条命，我就佫较唔知要安怎啊。我介绍一个物件，互你熟悉者。你这是打鬼棒，打鬼棒？无错，我看你臭屁，搁为倒位去？秘密。喂，伊去打鬼棒，莫乱比哦。知影厉害啊吼，也唔赶紧离开，阮回收，有代志要办呢。是，您请。哦，这支可不哩啊好用啊，实在真唔甘听我这种代人。打鬼棒我爱你。奇怪，伊手中哪有张大人的打鬼棒啊？莫非是张大人自作主张，将打鬼棒借予因，通互因将老玉花鬼魂带走？不用的，我会将这件代志报告给严君知影，让严君来好好处理这件代志。
唐大夫，你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错产这么大啊？如今害你的家老弱我，在王氏城中受尽苦气。唉，先生，一切我拢知影是我唔对，但我若见到玉华，就算牺牲我家己性命，我嘛要救出这个王氏城。快走！何必啊，真姐？莫讲我，无就互你好看。我干嘛受苦，我嘛包你帮我一个。你再勇敢欺骗查甫人的感情，我骗人的钱财，我害人家破人亡。你这查某莫假生啦！是走到过分的，太使去求人，我来找伊喊你理论。唐大夫啊，你这个地府，莫管闲啊事是较好啊。佮再讲，这个人毋是这个鬼，会做有安尼，其中一定有原因的。讲啊，咱时间已经袂赴啊，赶紧来处理家后较重要啊。我若搁转来这只，这是顶平调我来的所在啊！我若踅来踅去，搁转来这只。大公，你也是莫睬我，你赶紧转去啦！我无带你走，我拢离开这啦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找一个出路出去啦。搁再讲吼，迄个小卫生，凡事已经入来啊啦。你是讲心情这地？无唔对。拢是我无，我当初应该听伊的话，然后我今日嘛袂变假的，拢是我无，拢是我无。是啊，所以你活了好好的啦，你唔通想袂开，就要去找死，应该爱惜家己的性命才对啊。假使讲我若真正会当转去，我一定爱惜我家己的性命，我一定会把我这摆的经验考向世间的人。你有这个想法是真好，耀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带你离开这。所以啊，是你。孙妹，你拢无想看卖啊？你的内胆已经失去，功力甲以前完全袂比，竟然敢走来地府。假使你是专工来教训我，哪里用走？别可能，这位是，伊，我要哪甲玉华讲，所有都是害伊的人呢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我的孙妹，专工来地府找迄个鬼妇。老玉华，你就算转去，也是无路用。素影，你胡说什么啦？玉华，莫听伊黑白讲。莫听我的，我咧黑白讲。我甲恁讲，迄个臭和尚甲老玉华的翁婿，嘛已经来地府啊。什么？我想讲嘛来啊！想，你是咧讲啥？素兄，你讲这句话吼，一定有啥物含义？你讲，你对个臭和尚到底是安怎？这你唔免管，为着我即摆已经找到你，你对我来等就是。好啊。玉华，咱做阵离开。小等下，我的功力有限，敢来当带你一个人。啊，那伊都留在这，甲伊翁婿相陪啊。甲人带我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孙妹，这是我的皮毛所做，伊是反复上路，我都缀咱走。素兄，你若不爱带着我走，我嘛不爱离开这。哼，这个代志，唔是你当做主。你讲，你有这款的心，我已经感觉足满足。既然神仙甲我上讲，都已经要来，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甲我上讲记一个。上讲，上讲，上讲。搞事啊！搞事
是这样。卖啥？我要看。干是啊，天已经光啊，迄红线嘛断啊，顶嘛我去嘛用掉，我看哦，到底事情就无倒转来啦。安尼唔对，阮哪袂当倒来安尼？来这，师弟啊，师弟啊，你这哦，你都唔当怪我咧，你怪哦，你就怪迄乌风啦，我嘛伊害的。今嘛哦，既然你也是咧地府啊哦，你就搁我伫遐大俩，你需要我哦，再加上一罐金纸哦，你去买烧酒啦，哦，师弟啊！我一个好师弟啊！师弟，干是这样，你莫艰苦啦，咱即摆吼上要紧的吼，甲你身躯顶的锁紧头盔啊，锁紧去买一副棺材，安装恁表妹，啊这买撮金纸吼，就到这事情，喊恁表妹使啦，吼。你敢看嘛？我一个表兄妹啦，时间真尔冤枉，今嘛哦，连恁人婿哦，我做恁煞死，恁两个都做善良的呢，哪去做这种代志？你提供背后一个吃无目睭的人，我你。你莫哭啊啦！咱即摆吼上重要吼，都爱保庇你这乌狗精吼，紧来转来，安尼先救你要紧啊吼。对啦，这乌狗才袂走死。你这个死乌风啊！你这个臭乌狗啊！你千万要保重你家己啊！你千万唔通搞我死的呀！你要我倒来，啊无我这条命就无人救啊啦！对啊对啊。门开啊！门开！乌狗仔等来！你讲我啥？伊讲你是乌狗啊兄啦，乌狗兄。对啦，乌狗兄，嘿，有一条歌叫做山顶一个乌狗兄啦吼。对，又来滴，又来滴哦。种乌狗兄，无啊呀！苏英，你还是在创啥啦？师妹，等我将这两个臭话先收拾，我再甲你讲。小弟，苏英，伊两个是我的恩人，你袂用对因安怎？对啦，乌风啊。乌狗兄，你吼，爱甲恁师妹加学一术。迄人即马心肝愈来愈好呢，迄无真正呢，迄心肝愈来愈乌，啊，搁愈来。你讲啥？你嫌讲滚过，苏英，拄则你无要甲玉华救出来，我无怪你。啊，不过你讲玉华倒来嘛是无路用，到底是为着啥物？嘿，白灵公仔，你都唔知哦，这只乌，这位吼乌狗兄吼，伊将迄红线用断去，啊，搁甲迄光明灯用坏，啊，即摆香哦拢烧了了呀，我看哦，阮到底事情伊无法度转来啊。苏英，你哪有安尼做啦？我将线用断去，迄小姐顶伊就无法度转来。伊若无法度转来，洪少良自然都袂转来。那安尼，陆玉华转来是要创啥？苏英，你心肝有够毒的呢？我心肝毒，我是心肝好。你想看觅？我互因两个翁仔某踮咧地府会当团圆，这有啥物唔好？互因两个做一对真真正正的地府鸳鸯啊！哈，苏英，你无安尼臭话想转来，啊，不过你有想过无？因两个是我的恩人，我必定会想办法将伊救出来。出来！出来！乌狗兄，弟弟，你是拢这两个臭背心，定定咧搞我思维洗脑。我是，即马离我愈来愈远，我要将你两个抬死。乌狗兄，你
泡水真水哈。先放落来，听我讲两句啊啦。这事实上是安尼啦。平常时啊吼，都是你的师妹哦，来找阮高高甜呢，哈，阮若要咧读较歹去，阮来去找恁师妹啦，对吧？是啊，拄啊吼，恁师妹唔是叫你袂用抬阮啊，你即马若抬阮吼，后盖吼恁师妹就会甲你避免不爱插你哦，是哦，永远就记袂着以后，会避免哦，避免咯。好，我无要抬你。哦，感谢。也毋过，为着要伊用消这点会当搁转来，我嘛要叫伊无法度达成愿望。即摆玉华的尸体哦，迄度叫迄个乌风啊，甲摕去啊，这是要怎？哎呦，这小弟弟啦，你唔得紧转来。你敢讲哦？亲像迄乌风讲的，伊我都无得转来，这是免咯，这声就惨啊啦！敢就是这样，这声真正是要安怎咧？代志大条啊！